想知永東巴士嘅鑽石山站喺邊？上車位置點行？小編話你知。永東鑽石山分店就喺荷里活廣場外圍，近中國銀行嗰邊。只要沿住右手邊嘅鋪頭一直行，向住中國銀行方向行過去，好快就會見到我哋永東嘅鑽石山分店。喺呢度可以查詢路線、買車票，仲有自動售票機，隨時都可以買到鑽石山往返大灣區嘅車飛，24小時自助服務，超方便。買完飛後，由分店門口繼續往中國銀行方向直行，見到港鐵市一出口71號轉右，沿上元街行人路前行，轉左就會見到永東站牌。班車發車前都會有永東同事在場協助。永東鑽石山站每日有好多班車經深圳灣口岸、蓮塘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往返大灣區，旅行、探親、公幹都咁方便。喺鑽石山嘅朋友，下次北上記得嚟支持我哋永東，體驗大灣區生活圈嘅方便快捷。